同埋咧，今日有人問我海嚟嘅點樣咧？你又要翻工放工，仲有咁有精神去學嘢、去創業、去拍片。我想同你講一句，其實好簡單嘅咋，就係因為我對我自己人生負責任。明天同埋意外唔知幾時會嚟，我唔想我自己遺憾。可能你會覺得會諗到咁灰啊。當你知道死亡隨時都會發生，人生無常，你每一日都當最後一日咁樣去活着，其實係好正面。我將個波掉翻俾大家去反思啊！當你知道自己唔知幾時會死，人生無常嘅時候，你係咪會更加珍惜當下？活着係咪好感恩？係咪會覺得每一分每一秒都係好感恩？留言話我聽，你有冇為過你自己人生負過責任啊？我好想為我自己人生負一次責任，所以無論我幾攰都好，我都好想用我自己嘅一啲，將我自己過去所經歷咗嘅困難又過到，去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，去拍成一條視頻，去分享。可能佢呢一刻過唔到，而我係嗰個過到嗰個人，我絕對明白佢而家當下有幾辛苦、幾難行。唔使驚，你唔孤單，我都唔孤單，有我哋一齊，有我一齊陪你行落去。當你睇到呢條片，如果你同我係同頻嘅人，記得關注我，你會越嚟越幸福，揾翻內在嘅自己，好嗎？如果雪糕講呢啲咁沉重嘅話題，冇咁